风如解意，容易莫摧残。谁在那里？这冰冷的皇宫里从来没有如你所愿，最多的却是令人猝不及防的阴差阳错。而甄嬛和皇上以及果郡王三人一生的纠葛也在梅园里悄然上演。他们的偶遇又恰似那一抹玫红，既迷住了眼眸，又醉了流年。起初上天给他们编写了最美的开始，但过程和结局却那么不尽人意，似乎不完整的爱情才是他们的宿命。尽管皇上读了佛经千百遍，可惜最后佛却没有告诉他爱情两个字究竟该如何落笔。当果郡王无意摘下甄嬛的剪纸时，也就注定他们有一段刻骨铭心的爱。命运总是如此捉弄人，让两个男人误闯了甄嬛的世界。随后甄嬛编造宫女迷路的谎言，趁机逃离了现场。只是他们不知道，在这梅园当中，还有第四个人正偷偷关注着一切。而机灵的苏培盛通过监控查找，很快就锁定在梅园出现过的女人，因为他既能对出诗句，又能描述过程。于是他代替甄嬛去面见了皇上。逆风如解意，容易莫摧残。一切留下吧。封以梅园宫女于莺儿为官女子，此居钟粹宫。从此，小宫女华丽转身成了人上人。可皇上临走留下的2句诗，却让果郡王察觉出一丝不对。姑娘不明白皇上的意思。奴婢不明白。经过一番解释后，确定他并不是皇兄找的心上人。可刚被册封的他不知道收敛，反而嚣张跋扈，看谁都是奴婢。不知道的还以为他才是皇后。让人哭笑不得的是，在回宫的路上遇到梅姐姐时，他一个品级低下的答应，居然要求贵人级别的梅姐姐让路。也就是梅姐姐还有其他事，赶着去给太后请安，没空搭理他。要不然他今天肯定摊上大事。不过幸运的是，当晚皇上宠幸了他。由于他在东莞参加过技能培训，极致的服务让皇上简直意犹未尽。不仅如此，他还精通流行歌曲，皇上便赐给他一个妙音娘子的封号。据说就连大清好声音的导演组都极力劝他当导师来指点青年才俊。当然皇上恩宠也让他放飞了自我，相信若不是皇上阻拦，他都敢去掀华妃的桌子。如果你很期待看见某人的时候，脑电波发出的信息就会产生量子纠缠，换句话说，这叫心想事成。所以皇上在花园散步之时，偶然遇到了正在荡秋千的甄嬛。由于皇上并没有穿工作服，他对甄嬛谎称自己是果郡王。其实小学生都知道，凡是长相堪忧的男人都会在泡妞的时候冒名顶替，而英明的皇上也不免落入俗套，还猥琐地表示自己刚满28周岁。没想到皇上治理国家和泡妞的手段同样高明，他不仅从星座聊到了音乐，还讲到人类起源和宇宙哲学，说什么火星很可能存在外星人，还预言东方大国必会在21世纪遥遥领先。而皇上的知识储备和幽默的谈吐，愣是拿捏住了情窦初开的甄嬛。为了能再次见到白月光，皇上不仅给甄嬛展示了他可爱一面，还说自己珍藏了2本绝世乐谱，希望到时候两人切磋吹箫的本领，便约定5天后在同一个时辰见面。而甄嬛也非常高兴答应了此事，毕竟男人的风度和对音乐的理解都让甄嬛感到了知音难寻，甚至完全忘记她是皇上的女人。可5天后，甄嬛先等来了很是嚣张的于答应。你只不过是一个入宫无宠的常在，敢让本小主恭恭敬敬地向你行礼，你也配捉？晚常在的位分的确在你之上，小主，你这个吃里扒外的东西！皇上宠谁，谁的位分就高，否则位分再高，那也只不过是卑贱之躯。